头家先，咱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台美对顶贸易协定正式完成签署，确定这对顶关税是15%，而且袂贴加。另外，咱也有成功争取到拢总2072项的产品唔免扣对顶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所带领的谈判团队，要伫美国召开记者会，咱赶紧来看。谈判。那今天我方与美国贸易代表署格瑞尔大使那完成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的签署那这是我们继今年1月15号我方来到华府与美国商务部签署台美投资 MOU 之后，完成了台美对等贸易协定正式的签署。那这2份文件的签署，我们在今天可以正式确立我方取得对等关税15%不叠加，以及232最惠国待遇的双重的关税优惠的待遇。美方后续的程序是在国内的行政程序完成之后，将会以联邦公报的方式来载明对台对等关税以及已经制定的232关税方面的关税优惠正式来生效。